愿阳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以赐和平、予地上伊所喜爱的人。这时，咱要来点烛。今仔日是点第4支蜡烛，是仁爱的烛。请咱跟着牧师夫妇，甲咱的新家庭、才会成员。咱要点来讲这第4支蜡烛，代表上帝所赐听的稳定。来点烛以前，咱来复习来讲这个蜡烛所代表上帝稳定的意义，就是望的光、和平的光、欢喜的光。第4支蜡烛，互咱记得上帝的疼。甲咱讲，因为上帝疼世间，互耶稣来出世。玛利亚也因此学了上帝疼甲良善，因为上帝疼咱，咱也着去疼人。耶稣来，互咱知啥物是疼。咱是这时代耶稣的学生，耶稣爱咱相疼，亲像伊疼咱。第4支蜡烛也显明上帝疼咱，咱也着亲像安尼相疼。天父上帝，感谢你对阮的疼痛，搁找你的囝来教示阮相疼，帮助阮一直疼永远伫地，今天阮起来去疼人，亲像你有疼阮。阿门。圣诞快乐，耶稣疼你。俄罗的诗第45首，俄罗代币的后下。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即时，请大家由原徛伫，咱做伙来念师徒圣经的告别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尔多人来受苦。应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高活，就天转随全能爸上帝大病，伊要对亚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相通，做下面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时，咱三甲来启应文第44篇，以赛亚书40章。我来启，你来应。你的上帝讲：我的子民，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制、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罪已经还清楚，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到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啥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大家山谷拢要吞互甜，大细的山头骨互病。弯弯的马该互直，坎坷的被受互平。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上主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因为就是山野的花。草为大，花为下，因为上主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为大，花为下。报好消息，互涉案的人啊，着上悬山。报好消息，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羊仔囝步伫行前，伊要带迄个互羊仔顺利的羊母，温润啊行。这是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逐人拢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清，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求你赦免阮一切罪恶。上主啊，愿人拢尊你的名为圣，愿你所有的囝儿拢来学乐你，囡仔有血气的拢来赞美你，学乐。阿爸爸上帝。求你来拯救全地，也阁有侪侪未相信你，你是主的人，互因拢会当早日来得到救，拢来尊你的名为圣。求你来复兴台湾遮所有正教会、正信徒，大家三甲用听来服侍你。
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将今仔日一天的奉献都献予你，求你时时甲我同在，将你的平安、喜乐、赏赐予阮每一个人。主啊，求你赐予阮有教育的稳定来面对逐日的生活工作一切的需要，莫叫阮拄着试探甲凶恶的代志，因为你是至圣、至圣、至权、至大的上帝。阮将阮的工作、家庭、生活所面对的一切苦楚的代志，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深信你要眷顾阮到底。愿所有的荣光、尊贵、平安，拢归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到永远无尽。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三个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另外一节是以赛亚书第7章第10节到16节。上帝话安尼讲：耶稣基督出世记伫下底，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要带过门，就对圣神有承认。伊的丈夫约瑟是异人，毋爱显然办理，按算要安静废清。在想的时，有主的天使伫伊的面梦中出现，讲：大卫后裔的约瑟啊，无得惊，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伊要生囝，伊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的罪恶。这个事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讲你看，在世女生婴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翻译就是上帝甲人伫咧。约瑟困醒起来，照主的天使所命令去行，带伊的某过门，无甲伊同房，到伊生囝，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后一个经文是以赛亚书，遮上帝话安尼讲：耶和华阁吩咐阿哈斯讲，你就对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条头，通求伊伫清眼也是极悬的天。阿哈斯讲：我毋求，也毋试耶和华。以赛亚讲：大卫的家啊，恁着听，恁互人为难减算做小可事吗？也要互我的上帝为难吗？因为安尼，主本身要互一个条头，看有在世女要怀孕生囝，甲伊叫号名叫做以马内利。到伊为晓放杀歹紧好的时，伊才会食奶油甲米。因为伫即个囡仔还未晓放杀歹紧好的大身，你所惊的迄个两个王的地要拄着放杀。以上愿上帝赐予伊听伊话，搁去行的人。只是赞美，请圣歌队来学乐，主的名有能力。
今仔日的进度题目是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这是总会理性人传道来到这，我来请伊来今仔日讲道。各位敬听伫主内桃园教会众兄姐，大家平安。非常欢喜，今日代表总会来到咱的教会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特别伫大抗节的节期内底，伫今仔日咱点到伫仁爱蜡烛，咱做伙去见证一个代志，拄则咱的圣歌队所念的诗，真清楚咱讲，主的名有能力，主的名有五望，主的名见证。主的仁爱，但这款的见证，主的仁爱体现明显伫一句话内底，就是今仔日要讲到的题目：以马内利，主行咱上帝行咱大家三角之地。主的名有能力，主的名伫仁爱的内面，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世界，成做咱的拯救，成做咱的瓦靠，这是仁爱上大的表现。特别今仔日是退休传教者的关怀奉献的主日，我代表总会牧师、传道师在职甲退休福利委员会来到这，大家细感谢和请安。伫去年得到大家帮赞，有60400块的奉献，真做伫团福会的时间内底来照顾真侪退休的牧师，或者的传教者伫因退休的时阵。生活得到得到真平安的照顾，嘛会使继续伫退休的真侪牧者嘛继续咧真做关怀教会，特别是我真做较年轻，也是讲较资深的传道师，遮真侪资深的牧长，时常互阮牵挂和关怀，咱同心来祈祷。以马内利，上帝行。咱三角之地，行阮三角之地，感谢主，通过你的降生，通过你的疼，互阮看到五望，互阮行伫一条有真个活的路。主你的名大亏咱，恳求主伫即个大抗节期，互阮掠条主你即个水，阁有五望，充满恩惠平安。人民公义信实的应允，嘛将这款的好的消息分享给阮的社区、和阮教会、和阮的每一个伫厝内的遮的亲朋好友，特别伫主你的话内底，恳求主伫今仔日通过你圣经上帝的话内面，互阮得到生命的更新，向前跑走的快乐，伫即个要迎接圣诞的节期内底。互阮看到，嘛是感受到，嘛分享主你真正的福音。阮咧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咱咧迎接主的圣诞，咱今日点第4支蜡烛。我拄要讲，迄是一款仁爱的象征。但上大的仁爱是表现伫什么货？上帝通过伊家己的囝来到咱的世间，成做咱的拯救的五望。这是足大的仁爱，但伫这内面，毋是伫过去2000年发生的代志，伊是对迄阵，也是讲伫创造、伫上帝创造的代生，伫这内面都听的应允，因为主行咱三角之地，以马内利的上帝。但是这是对咱生命内底真大的福气，但是嘛是挑战。今仔日咱读到这段圣经。咱讲到耶稣出世的故事，特别伫大抗节期，咱来回想耶稣出世的时阵，其实这是一个信心足大的考验。这考验咱献到咱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的第18节，真清楚甲咱讲一个代志。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伫伊的老爸约瑟，就还未娶过门的时阵，已经通过圣神来怀孕。约瑟碰到一个真艰难的代志。咱看圣经的内面，伫马太福音定出现义啊，但
但是第一遍出现是甚物会？你讲约瑟即个人，咱看第1章19节，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甚物人？是义的人，是义人。哦，这真伟大呢，这有够伟大呢！好，伫圣经内底，互称作义人。定伫咱圣诞节内底，主角拢会放的甚物人？玛利亚，也是互宝宝的食果水的耶稣。今仔日咱将即款的眼光来放伫即个义的人约瑟，但即个人当着生命内底上大的呼召和挑战是安怎呢？伊是义人，伫迄阵的社会内底，若照犹太传统做一个义人有伊的什么会？有伊的标准啊，爱符合一款规则。首先，婚姻的内面吼，伊娶某，若因某已经就是未娶过门，已经有身吼。伫律法内底，会当做一个代志，会当画 stop、画停、画册，会使伫迄个时阵，反正着可能呾订婚尔，未正式结婚的时阵，会使停止即个婚约啦。因为约瑟要维持义人的身份的时阵，照律法的义，照传统的义，照人人间来看做好的义，伊应讲爱做即个代志。所以其实伊心内有讲着一个，伫马太福音的拄则，互咱看到有一个代志，讲要算按算要暗情废亲啦。因为伊本身义人嘛，伫即个社会顶头有可能哦，大家感觉伊是义人的时阵，爱什么会？亲像即领衫咧安怎？爱白白无一个污点，无焦痕。阮某就已经有心啊！伫迄个社会无法度接受的状况时阵，伊会使公开去废亲啦，但是伊想要暗情来，互伊的表面维持着一个义人的即个款。但即个时阵，伊碰到人生上大的挑战哦。咱看圣经，咱注意来看，咱看到第20节，第1章第20节，伊讲地上的时。若是照中文的翻译是安尼，伊讲吼，正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伊唔知影考虑偌久，有可能迄是一款天人交战，伊真爱，伊真疼即个玛利亚即个女主，但是咧，伊就有心啊啦，无符合着律法、传统和人即个社会标准的义。我是一个代笔的护卫，佮兼义人的时阵，即门亲事应该化停，暗情来，但是一定咧想即个代志，可能伊内底有真侪咧考虑的代志，伊真爱即个人，但即门亲事结袂成，要安怎？人生的问题就是伫遮，咱真侪时阵有需要有一个抉择。但是这个决定的时阵，定定是天人交战，是要行正边较好，还是行倒边较好？有时啊，咱看卡通还是小朋友，你会看两个天使咧拍，有一个小魔鬼，一个小天使。咱是要听小魔鬼还是小天使的话？伫马太福音拄则后来，甲咱讲一个代志，有主的天使伫约瑟的面梦内底亲自甲讲话。就甲讲代笔的护的约瑟啊，代笔的护的，咱看到即句话，表示伫约瑟伊的传统还是伊的传承内底真重要。有代笔的护的，咱看到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1节，亚伯拉罕护的代笔的护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伫即个代笔护的传承内底，对以色列人有真特别的意义，有代表一款的君王的身份，望的身份、荣耀的身份、拯救的身份，约瑟伫即个传统的内底得到即款的应允。但是，请注意，即个天使真清楚去表明约瑟伊心内咧想的代志。伊讲吼，伊讲什么话呢？无约瑟啊，你无得惊啦，你唔免惊。约瑟要去做伊咧考虑的代志。伊想要甲即门亲事和玛利亚即门亲事法庭的时候，其实表明的是一个代志。伊足惊的啦，
就算讲伊是代表户的，伊互人看做是啥物货？是义人，迄拢是一款表面的身份。伊惊兄，伊惊讲伊若是甲即门亲事，甲即个婚结落了后，伊知影伊的身份会互人看轻，伊知影伊即个义无符合一般社会期待的义，伊咧惊人看轻因，看轻即个家庭，因咧惊伊家己的身份的失落。伊非常的惊吓，毋是一款的骄傲，伊要甲即门亲事停落来，其实是伊心内惊吓。天使，上帝的天使真清楚讲出咱人咧惊什么货，有时啊，咱可能为着一个民主咧惊吓。咱心内信耶稣，但是咱可能向即个社会内底某一寡标准无符合的时阵，咱会惊吓。会看袂到，真正会望伫对。上帝接纳即款的惊吓，亲像向约瑟讲话，嘛向咱讲话，特别伫大港的节期，请咱毋通惊，毋免惊，因为什么货？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来的，这出伫圣神是出伫上帝水的意思，是出伫上帝人来。后来咱看到一个。伫即内底讲，看到22节，即个事拢要正，是要应允嘱托先知所讲的。你看，在色女要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翻出来做啥物货？上帝甲咱伫地，上帝甲咱伫地，咱其实咱来承认一个代志，咱可能和约瑟共款，咱想要符合即个社会标准，咱毋敢去为着福音做一寡决定。惊互人笑，惊失去义人的身份，足侪代志白骹白手，足惊的。但是表面看起来足好的，有代表的好的身份，有义人的身份，但是心内是惊吓。但是上帝知影即款的情形，伊亲自通过天使甲约瑟讲的时阵，伊讲了一句话：以马内利，上帝什么话？上帝要甲翻译出来是上帝甲咱伫地，人要叫即个怀孕要出生的即个囝是上帝甲咱伫地以马内利的记号。这表明一个代志，咱是无信心，咱伫信心的考验内底咱无胆，实况是安尼，但是咱伊会当瓦靠的是。以马内利，上帝和咱伫地，咱我靠主耶稣，咱性命会得到一个改变。过去的无胆，甲后来有可能伫人生重要决定的时阵，通过上帝和咱伫地，咱有新的气力去做出来。咱接续来看的时阵，约瑟做即个梦困醒了后，起来伊马上照什么话？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去带玛利亚过门呢？伫阿未上帝无阿未天使派来向伊讲话进前，约瑟是想要甲即门亲事，因为伊的惊吓，因为伊要维持伫外口的人看起来标准的义人的身份，伊毋敢做即个决定，伊甚至想要偷偷甲即门亲事拢当作无意，苦苦的准煞。但是上帝的话通过天使来到咱的中间，来到约瑟的中间的时阵，伊丢着性命的足大的改变，困醒马上做一个伊完全毋敢做的动作，去带玛利亚过门，去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这个代志看两个对比，一边是什么货？照人所看，照犹太律法的义。伊可能爱去做一个代志，将即门亲事，甲牵绕起来，甲 stop 拢无即个代志。但是通过上帝的话伫即内底，以马内利的一款的呼召和应允，上帝和同在三角地的应允，互咱也是互约瑟有勇气、有信心去做完全无共款的决定，去符合上帝的义，符合即个拯救的义。符合对天顶来上帝国的义，这是上大的一个信心呼召。但是这个义其实充满挑战，因为咱若注意看马太福音，搁对后边去看，
耶稣出世了后，开始爱做什么代志？爱走路呢？走去埃及，希律王去杀2岁以下的囡仔，这拢是困苦，这拢是压迫。但是有上帝，有以马内利的上帝，有上帝和咱伫地，有耶稣基督和咱伫地，就算头前咱会看会到有困苦、有艰难，甚至放弃伫世间人所看最好的义，但是为着要符合上帝的义的时阵，咱有法度做出性命的决定，做出信用的告别，做出符合上帝欢喜的代志，去成就上帝拯救的计划。这就是圣诞节足大的意义。伫这个内底，以马内利的上帝，上帝和咱三个伫地，咱爱有这款的信心去向头前来行的时阵。虽然有时啊，咱可能碰到一寡困苦，但是这是一条毋茫的路。但是咱会看约瑟听到对上帝遐来天才的话，伊性命产生改变，伊有行动，伊放弃伊较早的即款，互人看最好的义人身份，去符合伫迄个时阵上帝真特别的义。但是咱看约瑟的祖先，共款即句话以马内利，也是讲有一个在色女要怀孕生囝的人。的名叫做以马内利，这伫先知的话呢讲的时阵，就咱今仔日所读的以赛亚书第7章的第14节，咱先到以赛亚书来看。伫共款伫大迫户的传承内底，伫咱看到讲马太福音的即个拄则有提供马太福音内底就是大迫，也是亚伯拉罕户的家谱内底有一个人啦，马太福音第1章第9节讲有一个人叫做乌西亚王啦，有一个乌西亚王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王的记述就伫以赛亚书的第7章的第10到第16节，这个中间内底14节，上帝使者以赛亚先知甲亚哈斯讲有一个什么会，一个掉头看有在色女怀孕生囝，要甲伊号名做以马内利。约瑟的伟大和伊祖先比起来的伟大，这就是一个差别。因为是安怎？因为迄阵亚哈斯王当着伊嘛是天人交战，生命内底上大的挑战，就是亚哈斯王在位是对主前736年到716年这20年的中间，内底有一个上大的外患。就是北边以色列国有两个有一个支派，以法莲佮亚兰国想要来侵略犹大国。迄阵犹大国的王就是亚哈斯啦。亚哈斯其实碰到这款代志的时阵，伊心内有一个底，照迄个时阵的办法，爱联合上大的国，叫做亚述帝国来保护。联合亚述帝国来阻挡以法莲北边的以法莲和亚兰的进攻啦。但是当咧想即款的代志的时阵吼，咱看以赛亚书第7章第10节，耶和华吼，去吩咐亚哈斯讲，上帝开口讲话，上帝家己甲讲哦，讲你着看。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掉头，通互求伊伫亲恩，也是极悬的天。耶和华上帝亲自甲亚哈斯讲话呢。照你讲，若亚哈斯较有智慧的，爱听上帝的话，对无？但是真不幸的代志，亚哈斯王和上帝足近的，上帝就家己甲伊讲话啊。亚哈斯讲我毋求啦吼，嘛毋试耶和华。毋是讲即个人信仰有偌好，讲无想要试探耶和华啦，是啥物货？是伊家己内底有一个符合伊迄阵标准的义，联合大国亚述帝国来保护上帝的话，连参考的价值拢无。心内有亚述，表面看做有上主，结果。这是足大的犯罪。咱若有机会，咱看历代记录下卷28章第6节到21节的中间，你会看讲亚哈斯王
不只是伫无尊敬上帝，心内头阿术，甚至去拜别的神明。列王记下卷第16章内底嘛，讲起即款的代志。所以咧，当上帝亲自甲咱讲话的时阵，无一定咱会当亲像约瑟做好的决定。因为亚哈斯王，上帝通过以赛亚先知，嘛上帝甲你讲话，甚至甲你讲有一个调头，有在色女怀孕生囝叫做以马内利哦。但是亚哈斯王无相信这，甚至以马内利毋是讲一遍尔哦。咱有机会，咱献到以赛亚书第8章的第8节内底嘛，是佮讲一遍强调即款的同在以马内利。但是亚哈斯王犹原是后来咱看历史有知影，伊讲去附和，迄个时阵伊信赖标准去联合大国。照你讲，约瑟伊会使用信赖标准去附和人间的义，无要插上帝。亲像伊的祖先亚哈斯王共款，但是约瑟伟大的所在就是伫遮。通过即个民望，上帝甲讲话的时阵，伊起来了，马上做出人生无共款的改变，会决定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伫即点的所在，特别爱甲约瑟提出来讲。那圣诞节的故事无通过约瑟安尼，其实咱真歹去讲。佮讲落去，但是今仔日咱互人看到是讲，约瑟伫耶稣要出世的时阵，通过天使甲讲，即个你所生的即个，对玛利亚要出世，要怀孕生囝，人要叫伊名叫以马内利，这是上帝和咱三个弟弟的记号。即马即款的记号一定伫咱的中间，求上帝互咱有改变的困难。咱有时可能要符合一寡社会标准，袂记你信用。也是定定，咱做一件代志是要互人看，却无法度安静静静来求上帝的话。这是咱生命内底的挑战。咱来看一幅图，这幅图是伫18世纪一个德国的画家画的图。其实这个图就是天使咧向这个真优秀的这个约瑟咧讲话。约瑟咧度过迷茫的时阵，咱会当看这幅图，一开始这个天使小天使，这个图你会使对迄个天使手安尼切一个45度角落来，有一个发光的物件，就是天使。但是你会看到讲，当优秀的约瑟，伊咧面对人的义，也是讲伊这个玛利亚伊的家后。到有要甲带真优秀的时阵，上帝的话通过这个小天使，将以马内利上帝和咱弟弟这款的信心，互伊去照光伊的黑暗。所以伫咱的生命内底，有时嘛亲像这个约瑟共款，也是亲像亚哈斯王共款，是要行一个真理的路，要听上帝的话，也是要行一个life，是一个。白插话的路，但是迄条路有可能是即个社会，也是照一寡的常识，就安尼选择，毋是较好吗？但是伫即内底，上帝帮助咱有啥物会？因为上帝和咱三个弟弟的困难，互咱本来是一个软弱无信心的，咱愿意将咱的生命交互伊的时阵，咱会当有勇气。求主帮助咱，毋是咱真厉害，毋是咱有信心，咱可能像约瑟啊，亲像亚撒斯王安尼，要想要挖去看会到的义，看会到的帝国的困难，袂去你上帝，但是求上帝亲自甲咱讲话，互咱看到迄个调头，做出生命水的决定。所以这就是以马内利主和咱弟弟后来伫即个真安静的暗暝的内底。耶稣来出世去成就这款的救赎，但是这内底重要的角色的内面，约瑟做出通过上帝和咱三个弟弟，和伊三个弟弟的困难去完成这个代志。求主帮助咱，互这款的平安嘛会使伫遮显现。但是有时咱的生命内底，定定碰到一寡代志，咱看到一寡调头，就亲像亚哈斯王，毋知影要做决定。这是这个代志是安尼，昨暝
我看到一个新闻讲，伫新几内亚遐有一个海底大地震，听讲有海啸真爆祖纳米。伫圣诞节我定定想着海啸的是安怎？2004年的12月26号左右，迄个时阵有啥物会？南亚大海啸，南亚的祖纳米。即个囡仔迄阵10岁，伊叫做 Tilly Smith， 伊的妈妈，伊是英国人，伊的妈妈圣诞节欧美的人咧度假，因迄啥物会？因去泰国的普吉岛度假啦。啊，即个囡仔吼，因的妈妈哦，伫普吉岛的沙滩，伊伫遐咧耍沙的时阵，伊雄看到一个代志，伊看了讲，是安怎吼？即个海开始咧起泡，起泡。伊怎甲因妈妈讲讲？妈妈，啊，迄个海咧起泡啦。啊，伊妈甲回答讲，有可能吼海龟吼咧放屁，哦，都甲伊讲开玩笑。但是伊感觉讲毋对咧，伊讲吼，这起泡了，海开始怎倒退？伊怎伊妈讲，这海哪会倒退？伊妈讲啊，无啦，那个叫退潮。但是伊怎用一款的话真理性甲伊妈妈讲妈妈，2礼拜前吼，我伫学校内底，我的老师互我看一个 DVD， 咧讲吼，较早伫夏威夷捌发生过祖纳米啊。要发生的事情有海啸要发生之前，海有一寡改变，首先的起泡，海开始因为海底有火山爆发是地动的时阵，海开始会快速倒退，过无偌久开始海啸来啊！伊怎甲伊妈讲有海啸要来啊，有祖玛尼要来啊！伫普吉岛的沙滩，迄阵足侪人因为圣诞假欧美的人走去遐度假的时阵，伊怎甲伊妈妈讲紧甲救生员讲，紧广播叫大家赶快往后退啊！所以因妈妈本来感觉讲，这囡仔是安怎啊？是讲真啊，讲假，但是看起来那真的哦。紧甲救生员讲，紧做广播，甲迄个海滩的人，非常侪人紧的赶快往后退，赶快撤离，甚至爱撤离足远的，趁祖纳米还未来进前，紧来撤离。结果伊怎啊紧撤离哦？不管真的啊假，后来发生真正即个代志，后来即个所在真正祖纳米来啊，结果迄个海滩无死一个人，因为即个囡仔啥物会看到掉头啦。嘛清楚将这个话讲，那因老母迄阵无相信的时阵，今仔日这故事讲袂落啊。但这个代志真趣味啊！有时啊，咱人生内底嘛看即款调头，咱可能嘛无法度亲像约瑟做好的决定。但是呢，后来这个报纸共款的讲，10岁囡仔女孩子用地理课教的知识救所有的人。所以有时啊，伫咱生命内底嘛有安尼，咱伫教会内底定来听上帝的话，但是咱生命内底有时啊嘛亲像有一寡掉头要出现的时阵，咱就已经拢知影，但是咱无法度做行动改变，咱无亲像约瑟遮厉害哦。小女孩甲伊妈妈讲，加在因即个妈妈佫真指认认为讲即个小女孩讲了对，无根本就是讲卖插伊啊，继续伫遐度假。后来即个代志非常重要，结果吼，英国吼2005年，英国有伊个啥物会，皇家的海事协会颁一个奖互即个小朋友，感觉讲伊运用地理也是海洋的科学去救证人，这英雄，这真正英雄。但是嘛，互伊妈妈一个真大安慰，若是迄阵伊妈妈无相信即个调头，今仔日这故事拢无咧讲，这是圣诞节左右发生的代志，2004年12月26日，因为即个囡仔看到调头，看到即款的变化，运用伊2礼拜前看的 DVD， 伫学校的 DVD 的即款去救证人，共款咱今仔日看的即个调头是啥物货？圣经甲咱讲，咱有可能成做迄个传信息的小天使，咱嘛有可能成做爱改变的约瑟，也是迄个妈妈。以马内利和咱同在，上帝安同在。但是即内底佫有另外一个代志，上帝问，咱是要选择真的，还是
白贼，求主互咱有智慧。但是我相信一个代志，以马内利主和咱伫地，咱会使去什么会面对咱人生的祖纳米。这个时阵就是圣诞节，也是大抗节足大的意义。因为咱有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帮助，上帝和咱三个伫地，咱有圣神的馈赠，伫咱的祈祷内底，伫咱的敬拜生活内底，伫咱的生命内底，咱知影看到掉头要安怎该走，也是讲做选择，互咱也是讲当咱伫苦难的内面，勇敢去面对人生的祖纳米，人生命的海啸。伫在座若有人还未信耶稣的，伫这个时阵，特别伫大抗节期，特别在这个圣诞节，你要接受以马内利，上帝和咱伫地这位耶稣，帮助咱经过人生的苦难，帮助咱分辨，帮助咱看清迄个条头，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同款伫咱的教会内底，其实咱今仔日一直咧讲所谓大抗节的故事，还是咱特别来看到马太福音，特别伫马太福音的一开始讲一堆家谱到伫约瑟的时阵，其实这是什么会？信仰团体的一款的记忆的传承。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宗教的社会学家，其实伊本身嘛是研究神学的人，伊叫做Robert Bellah， 伊有讲一句真出名的话，伊讲一个永远有真实和永远永续动力的一个团体是啥物货？伊对过去的这的代志有记忆。就亲像以色列人，伊会去讲，也是马太福音会讲遐个家谱，也是讲到即个约瑟的故事，也是到今仔日伫大抗节的时阵，搁一摆宣讲即个故事。但是伊无袂记咧过去所发生的代志，甚至我拄则讲的旧约的代志，迄个亚哈斯王所做的错误的决定，即款的代志永远保存伫即个记忆内底。但是咧讲的时阵呢，咱即个团体是要向前来行。因为伫历史的内底，甲咱讲真侪条头，即个时阵咱会当记忆向前来行，互咱诚做真正伫即个大抗节期内底，搁一遍伫即个年底内底，也是讲伫咱的主题内底对新力量、心心相印的内底去看到上帝对咱生命的呼召，做出真正的决定和改变。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咱今日所讲的这段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玛利亚的出世，伊是一个人。但是咱咧个别玛利亚是甚物回事？在世女的时阵，伊是圣神感动的时阵。另外一方面表达一个代志是耶稣，伊是神，伊是真特别的，伊是神。但是最重要是见证耶稣基督，伊来到咱中间，通过伊的受苦顶时个，诚做光来照光咱每一个人。互咱的心会使什么货？行主力量。但是咱嘛望咱每一个人，就亲像咱即个 logo 共款，伫陈牧师所设计内面，对心内底咱爱有上帝和咱三个伫地，就亲像即个蜡佛的主心共款，蜡烛的主心台的共款，伫以马内利 God with us。上帝和咱伫地内底，咱每一个人诚做迄一支一支的小蜡烛，去照光即个望，去照光即个黑暗的所在、黑暗的社会，也是咱真侪人去面对伫伊黑暗的环境内底。求主帮助咱，互咱也亲像有上帝同在的约瑟，做出符合上帝义的行动，互咱每一个人重新出发。伫即个内底，心心相印的时阵，有活出上帝的芳气，就亲像遮的蜡烛共款去照光伫咱的周围遮的人。特别今仔日是退休传教者主任，搁一摆邀请大家替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传教者，不管在职还是退休，遮的传教者来祈祷。每一个人将即款的上帝和咱三角地的福音分享给台湾也是即个普世所需要的人，特别关心伫
退休传教者的生活的需要内底，望大家伫今仔日内底的周报内底有一个奉献地，即内底有讲分享美好的代志，分享美好，望大家会使来关心即件事工。嘛，伫圣诞的节期，恳求主帮助咱每一个人，诚做愿望的记号，去活出上帝和咱三角地地的生命的见证，亲像约瑟共款，伫生命重要的时刻，我靠圣神，我靠上帝的馈咱，咱做出水的决定。咱同心来祈祷。人民疼痛的主，感谢你，你看到阮每一个人，你看到人实在是软弱的惊吓，无信心，就亲像2000多年进前的约瑟共款，面对真特别的事，伊要符合人的意向，主的意的内面，一开始有真济的决定的考虑，求主帮助阮，因为你的话。你家己诚做以马内利的记号，耶稣基督来到阮的生命内底，帮助阮每一个人，特别伫圣诞节，也是伫即个大康节期内底，阮反省阮家己的生命，互阮得到调整的困难。通过主你圣神，通过上帝，和阮每一人三角地地，互阮活出光，互阮诚做即个世间的愿望。诚做桃园教会的愿望，诚做阮身边社区的愿望，嘛将即个水的福音，通过阮每一人的见证，去甲活出来，求主帮助。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学了第42首，请来耶稣阮所愿望。请大家起立来吟这首诗歌。请来耶稣阮所愿望，叫主名的主主。我命对你所好受，我要保守咱的同胞，求因主恩的约，你的听互阮的确是为民必人生的话，请坐，是咱的奉献，请黄传俊、陈建州两位技师。
下主日啊。对，就是在圣诞礼拜之前，小会稍微审查一下我们的预算。在什么地方？就在701号。701号。对。好，对啊。伫报告大省，咱先来读今仔日咱周报后壁遮的金句。讲，你看，伫在使徒因因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伊马内利。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请。在使徒因因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伊马内利。马太福音1章23节，讲你看，在使徒要应人要叫伊的名，做伊马内利。马太福音1章23节。请咱同齐来看咱今仔周报内底，本周何西甲后周何西，大家来注意看。团契组织，请大家来注意咱的时间跟内容。教育部加课程，伫晋升课程，有抑阁有启示录遮的课程，由组织长老来上课。主日学遮嘛照常伫活动上课。掀开咱第3页。是咱的家庭小组组织。咱即礼拜拜三大部分拢是圣诞节报佳音。愿咱小组内底，若是有要报佳音的，来去到办公室遐去登记。第4页是来台岛的大事项，请兄姐来关心遮逐组。有需要关心的兄弟，搁掀开看到第6页，咱的奉献证明，看伫遮若是有错误，请恁按咱的总职也是办公室遮来反映。第7页就是咱的圣诞节的节期的活动时间，今仔日已经是。第4期点节的蜡烛，过来就是24
遮伫下晡1点到5点有报佳音，下晡5点到6点半有圣诞爱餐，7点到8点半是圣诞平安眠。暗时9点以后，咱要分队来去咱的教会周围遮的社区报佳音，煞了集合伫咱的教会头前遮来点灯、点灯。后礼拜过来12月25，是咱的圣诞赞美礼拜7日一场的主节。以早第一场是无，所以咱的主节是10点开始。迄日第5期的6节是请咱今年要落任遮的中籍夫妇来点烛。搁掀开第9页消息报告。今仔日真感谢咱总会李圣云团队来甲咱遮来请安报告，为着退休的牧师、传道师遮奉献的主义来付出，多谢。今仔日嘛是第4期的点烛的6节。咱请到咱的牧师陈建志夫妇，甲咱的新家庭因来点，而且24迄暗，咱伫教会有圣诞爱餐，重要是请咱的兄弟同齐来为着厨房遮要煮菜，备办遮的好食的物，互咱大家来分享的时。需要人员来帮忙来洗菜、甲洗碗，请咱大家同齐来动手。后周12月25，遮有一项，就是咱下礼拜拄则讲几点开始？你毋好9点半就来啊！搁等半点钟，10点开始。后周的12点。伫6楼，咱财务部要召开伊个部员会议，请出席。搁下主日的早时8点半到9点半，则要召开小会，伫701个教室集合，请小会员来注意。小会公告：明年1月1日，就是咱来举行就任式。遮有长老吴传兴、陈维明、执事林富雄、张春燕、林正义、苏怡玲、吴文仁、陈秋信。团契部分有上年的吴传兴、妇女简秀柱夫妇、黄文正、硕清、陈世清、信乐队林家和、妈妈合唱团。邱慧玲、敬拜团王柏仪、甲倒球社方秀碧，请大家要爱出席，备办心。明年的教会小组持续小会，顶半年度的训练，到7月份也要正式的实施。若是一只名单内底有漏交的部分，请咱各区的区长，甲咱小组。组长拢会甲注意，将这名单伫后壁4楼遐，若是有漏该甲写起来。爱注意这名单，有的人讲我的名哪无去啊？教会消息，教会手册的资料，请伫今仔日进前到办公室。若是有电子档。请你用这电子档传到教会的信箱内底。2017年的上半年的行事历已经伫4楼公布，请大家爱去看。若是有无好势，也是错误的所在，请去更正。今仔日咱阁发新的年度的
年历卡、甲月历卡一盒一本，请你去登记。嘛是伫4楼外口遮。订购圣诞糕的咱的兄弟，爱会记得去摕你的圣诞糕，莫下伤久啊！伫6楼办公室来领取。遮有一个报告，就是咱财务部对咱教会年度的决算，要到12月25中昼1点来截止。所以遮也未申请遮的特团客，也是咱部会遮的小紧来处理。遮张组长老有一个爱阮甲恁大家来多谢报告的，就是1月17日，灵光寺弟兄伊要结婚啊，伫后壁遐有登记喜宴，你俩是也未去写的，紧去写，到今仔日中昼截止。遮有一个告诫消息，就是为了全国的妇女的人才训练，甲咱长老教会嘛是注意遮同性议题的座谈会，还有灵性成长教材的研习会，还有咱青少年的日光少年营，遮有一个活动，伫遮的，请大家来注意看。以上，咱来请牧师来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港节第4主日，相时嘛是退休牧师以及传教师的这个奉献主日。今仔日总会委派李信林传道来代表团福会一只请安以及报告，嘛带来真好的分享。只是咱搁一个用普话声来代表咱的欢迎。毋茫咱会当继续为着安尼奉献事工做伙来关心、来奉献甲代祷。当然我哋退休要倒足久，总是咱拄着嘛会当来甲我关心一下。好，一只要来介绍几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李夏元，李夏元，来，是咱后壁。好，欢迎你来参加。好，请坐。接续要介绍的，咱就无拍谱接续咱要介绍无拍谱伫过去的拜五有来举行曾彩虹姊妹的个别礼拜感谢主拢真顺遂。今仔日咱的家族有来到咱的中间，要甲咱致意只是咱请咱的家族作为起立一同跟我们的教会致意。好，谢谢。请咱继续问着彩虹姊妹的遗嘱，关心代祷。一昨拜六嘛来完成曾元忠兄弟的个别礼拜。今仔日家族嘛来到咱的中间，小共款来请咱的家族成员起立来甲咱致意。好，请坐。请咱继续来关心咱这两个家族的遗嘱。好，一只要来做敢有人是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第一届参加礼拜，无带你介绍到？好，安尼一只做以上补充报告。如果要介绍圣诞节，因为爱参圣诞夜音乐会的事情嘛，比细行的代志，你有要讲吗？上营第398首，愿咱求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应全首。
请牧师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神神的相通引带，甲咱三个弟弟，对这世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电压袂倒。请牧师行平安礼。咱做伙起立，彼此握手，讲平安。